EQ 情緒商數係乜嘢嚟嘅呢？簡單嚟講，係一種用嚟評估個人點樣去認識、了解、控制同埋管理自己同其他人嘅情緒互動嘅一個能力指數。當 EQ 嘅指數越高，即係代表自我情緒管理、同理心、自我激勵以及與人際關係嘅處理能力就係越高啦。而事實上 ，EQ 比 IQ 即係智商更加被認定為係一個人喺職場同埋喺事業上高成功嘅關鍵能力。但既然 EQ 係咁重要，點解我哋只係聽到喺社會職場上嘅人士係會去關注，但喺教會裏卻係甚少聽到有牧者或者信徒領袖談及 EQ 對侍奉人員、對門徒訓練、對教會嘅事工同發展係有啲乜嘢密切嘅關係呢？作者喺呢一本書係一針見血咁樣去指出，當教會比世俗嘅商業機構更加現實、更加功利、更加講求成功卓越、追求業績嘅時候，就會失去以人為本、以基督嘅心為心嘅精神，忘記咗教會裏邊最重要嘅、最核心嘅，由始至終都係去建立人同上帝嘅關係，而唔係人係要去做啲乜嘢嘢。作者就以自身嘅經驗分享，佢係一位非常積極推動門徒訓練同埋培育信徒領袖嘅牧者。喺過往嘅日子，佢一直做得有聲有色，使教會有顯著嘅增長，亦都受到好多人嘅讚賞。但儘管表面上睇起嚟係非常成功，但實際上係掩蓋咗教會裏邊好多潛藏嘅問題，尤其係信徒領袖喺侍奉上遇到嘅掙扎、困惑、人事衝突等等嘅問題。佢哋雖然喺情緒上早已響起警號，無奈仍然不被人了解、認同同埋幫助，自己亦都冇辦法揾到出路。響事工為先、目標為本嘅前提下，信徒領袖只可以去享受成功，卻係唔能夠擁抱失敗。喺人面前只能夠表現剛強嘅一面，卻係要收埋自己最軟弱嘅另一面，強調竭力去做上帝嘅工作，實際上係經歷唔到與上帝同在。所以作者就以過來人嘅身份所吸取嘅教訓，去改革咗傳統嘅門徒訓練計劃，去推動情緒健康嘅門徒訓練，透過自我嘅情緒測驗評估，正向嘅係去面對自身嘅情緒缺失，讓耶穌進入我哋嘅生命裏邊作深層嘅轉化。亦都只有如此，作主嘅門徒先至能夠為耶穌獻為活祭，活出真實嘅門徒生命。不單止能夠祝福自己，更加能夠祝福教會，祝福呢一個世界。所以我呢度誠意推介門徒嘅 EQ 覺醒呢一本書，俾教會侍奉嘅弟兄姊妹同埋信徒嘅領袖去慢慢嘅閱讀。就願上主藉呢一本書，能夠使你哋更加有力量，更加活潑地係愛上帝、愛自己、愛鄰舍。